而家做緊生意或者想創業嘅朋友，2026年究竟有咩好做？今日咧就分享3個唔同嘅賽道，大家聽下睇下有冇啟發。第一個，銀髮經濟。中國咧60歲以上嘅人口已經有2.97億，銀髮經濟規模咧2026年預計要破7萬億。我哋就攞其中居家式老化改造呢一 part 嚟講。好多老人嘅屋企嘅衛生間咧，仲係啲20-30年前嘅裝修設計，冇扶手啦，地面又滑。呢一塊嘅市場潛在需求咧係唔細嘅，除咗廁所，仲可以逐住改埋啲廚房臥室咁。所以咧，老人屋改造呢個生意咧，預計未來咧會長做長有。第二個，縣城服務市場3、4線同縣城嘅消費咧增速係比較快嘅，本地生活服務市場規模超3.5萬億。但係縣城佔比係唔到15%嘅，例如係上門洗車、美容、家政呢一啲服務啦。縣城客嘅單價咧其實唔低過1線城市嘅，因為縣城咧缺咗專業嘅服務商，市場競爭又細，只要夠方便，當地人對價格咧並冇1線城市咁敏感嘅。而且縣城咧都係熟人社會，口碑傳得快，獲客成本低，房租人工又平，做呢啲生意嘅盈利壓力咧係細好多嘅。咁第三個，個人 IP 變現。依家大家買嘢咧，唔係淨係相信品牌噶啦，有啲係更加相信個人嘅。知識付費市場2026年咧要破1000億噶啦，你唔使係一個頂尖嘅專家，只要喺某個細分領域識多啲，比如係裝修踩過坑，職場做咗幾年，將經驗打包成課程或者係諮詢服務，一次收個300-500，一個月做個10零20單，其實收入都幾可觀嘅。個人 IP 一旦做咗起嚟咧，複製變現嘅能力係好強嘅。錄一次貨可以賣俾成千上萬人，有冇發現啊？上面講嘅3個方向其實都係屬於慢生意，唔使巨額嘅投資同高深嘅技術，但係需要花時間去積累，係大量嘅時間。只不過正因為係咁，個護城河先至咁深，想賺快錢嘅人咧根本就睇唔上嘅，只有願意去深耕嘅人先至有空間。2026年嘅財富機會咧，唔係再講啲咩風口啦，而係喺呢個大趨勢入面要捉住個趨勢，3年後可能走出一條完全唔同嘅路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